大家諗下，既然所有嘅生命都係要死亡嘅，咁樣活住意義係啲咩呢？好多人話冇意義，只係為咗活着。而家似乎每個人都好悲觀、好厭世，所以好多人有咁樣嘅疑問：人生活着嘅意義到底係為咗乜嘢？最初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係因為唔可以唔嚟，而最終我哋離開呢個世界係因為唔可以唔走。20年讀書，30年還房貸，剩低嗰幾十年幫醫院做貢獻。大部分人都難逃呢個結局。人呢一世呢，童年就輸俾試卷，後生時就輸俾銀紙，中年就輸俾小孩，老年就輸咗俾身體。一眨眼就係一世。曾經以為自己離老係好遠嘅事，而家先發覺青春已經係好耐以前嘅事啦。事實上，短短8年間，我哋終其一生只不過係呢個世界間匆匆嘅過客。我哋好似喺度追求緊幸福，但事實上我哋卻離幸福越來越遠。每個人到最後都會老嘅，都會死嘅，連人類總有一天都會滅亡。呢個唔係概率問題，只不過係時間嘅問題。